这里是老蒋的炭烤工房，温度爆表，烟雾缭绕，对猪脚的每一寸肌肤都给予了照料。全部是炭烧嘛，我们的猪脚就是这么做过来的。包括我的祖辈那个时候烧猪脚，我们都是遵照那个传统工艺做过来的。由白到黑，由黑到白，但表面的黑白循环并不是徒劳。表皮已经烧掉了，油也是烧了碳的一部分了的。炭烤逼出了猪脚多余的油脂，让焦香与脂香融为一体。接下来，猪脚在糖水中沐浴，油锅中洗礼，裹上新装，就打开了它肥而不腻的胜利序章。